今日係澳門回歸15週年，多個團體喺回歸日發起遊行。其中新澳門學社就要求澳門喺2019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法樂行喺澳門報導。遊行人士先喺塔石廣場集合，有人舉起黃遮，有人就喺面上面畫上普選字眼。多個警員在場駐守。新澳門學社又向現場人士派發有關普選嘅小冊子。今年係新澳門學社第7年喺澳門回歸日發起遊行，遊行人士沿途高舉標語同橫額。警方就封咗一條行車線，並且以警車為遊行隊伍開路。到咗水坑尾選舉登記站附近，新澳門學社呼籲遊行人士登記做選民，之後更加以沉默方式表達不滿。有參與嘅人就話，希望透過遊行表達澳門民眾對民主嘅訴求。係睇到香港嘅情況啦，亦都睇到中國大陸對於普選呢樣嘢嘅態度，所以覺得為咗澳門，為咗我哋嘅下一代，要爭取翻一啲人本來應該要有嘅嘢咯。想關心多啲自己社會，同埋都想自己揀翻自己嘅政府咯。即係唔好話，就算點樣都好，都係自己揀。就算你自己揀出嚟嘅唔好，都係自己嘅結果咯。新澳門學社理事長蘇家豪話：越嚟越多澳門民眾關心政治，而香港爭取普選運動對澳門係一種鼓舞。我哋澳門嘅情況係更加險峻嘅。咁但係我諗港澳兩個特區啦，面對一樣嘅一個困境，就喺民主上面冇辦法向前推進嘅一個困境。咁既然香港人亦都係願意係用咁大嘅能量去做呢個嘅推動咯，咁我哋澳門人亦都唔能夠放棄。我唔會期望就係新班子嘅官員點樣主動去啟動咩政治上面嘅一啲嘅改革啦。咁但係我會覺得就係我期望係公民嘅覺醒，特別係年青人新一代嘅一個覺醒啦，係能夠係推動到政府去做更加多政治上面嘅改革。遊行人士之後遊行至到去澳門政府總部，之後就會舉行集會。亞洲電視記者法樂行澳門報道。